大家好啊！又到講千字文嘅時候啦。今次咧就跟住上一次嘅宮闈谷養喜感萎傷，後邊就係女務貞潔，男效才良。咁啊，我響第二段裏頭一共講咗6句，到埋今次嘅，將呢6句我由頭到尾讀一次啊。蓋此身法，四大五常，宮闈谷養喜感萎傷，女務貞潔，男效才良。好啦，其實就好容易理解嘅，女務貞潔，男效才良。我哋好多時嘅女子嘅姓名咧，都會有務貞，就係嚟自呢度嘅，取住我哋。如果我哋啲家族有啲文化嘅人，又將自己屋企嘅女嘅名改成務貞，咁啊，女務貞潔嚇，男效才良。因為呢度有男有女，有才有正，有務。咁呢度咧就因為我喺講千字文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咧就會講漢字。咁呢度嘅漢字咧就有幾個比較基礎嘅，可能我就要分開2段嚟講啦嚇。第一個咧就係先講講一個男女，女務貞潔，男效才良。咁務字，咁上一次講到個宮闈谷養個宮字，下低呢個好似個小字，但係加多一點。呢個咧係咩字咧？呢個係一個心字嚇。上一次因為時間緊冇講到，因為今次咧我就會將呢一段話分2次講，因為入邊有咁多個漢字，咁我慢慢解下。因為我哋都以為自己識漢字，包括我自己嚇，其實漢字我哋好似會離我哋遠咗啲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基礎嘅嘢我哋依家都冇咗。我哋依家個漢字簡化咗之後咧，佢梗係一個語音符號，變咗一個語音符號啦嚇。好，講到男效才良嘅人才嘅才字嚇，個才字佢其實係代表一個女性嘅，女性嘅咩嘢咧？一個生殖器。男性嘅生殖器係咩咧？係呢個而且嘅且，係呢個形狀。女性嘅生殖器，將呢2個疊加，就好似以色列國旗裏頭嘅大衛星咁啦，有男有女。其實呢種咁嘅文化，全世界各民族都相通，冇乜嘢族唔族文化嘅嘢就化民成族，唔好話佢庸俗，庸俗就係另外一種唔係咁好噶啦。我哋族實際上就係文化，文化就係我哋嘅生活嚇，希望大家能夠理解，唔好將佢睇成一啲咁簡單化嘅嘢。呢個就係一個才字嘅變化過程。其實喺甲骨文裏頭就係咁變噶啦，個才字佢實際上就係一個女性生殖器。我哋祖國嘅祖字或者係祖先嘅祖、祖宗嘅祖，點解係且啊？因為佢係一個男性生殖器。咁以後講到個祖字再慢慢再詳細解釋啦。呢個就係一個才，男女嘅女，有才。有才點解咧？因為以前響女人身體裏上頭，佢可以生育，佢生育出嚟，呢個就係一種才能。我哋以前祖宗創造漢字嘅人就認為可以生育嘅人係有才。呢個講略講呢個才字啊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務字，因為今次啲時間就唔係好充足，就留翻下一次再講個務字。咁講女務貞潔，男效才良，就係千字文裏頭一個好平常嘅一段話。一段話裏頭亦都反映咗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嘅修為。男女各有區別，男有男所應該向往嘅事，女有女
有自己成長嘅過程，所以真係男女有別㗎，唔能夠話因為男女平等，我就要求男做到嘅一樣嘢女又做，咁啊冇咗性別嘅差異，冇咗性別嘅差異，其實呢個世界有時會覺得都會好奇特㗎，係嘛？有性別嘅差異，呢個社會先至係正常嘅社會，互補嘅社會。一個社會一個環境一定要有互補，唔好一統。一統好多時並非係好事，但係互補一定會係好事。好啦，今日就略略講講嘅女巫貞潔，男校才良，千字文又簡單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各位。